后来乡亲啊，咱的镜头继续来到桃园机场，敢若是早起入境的旅客303个，都阁验出到16个人是阳性。市长郑文灿讲，这个机场的防疫已经为好天的模式转为暴雨的模式，而且回国的人潮还阁继续咧增加。这个礼拜的拜5甲拜6是高峰期，入境的人数差不多会来到3700人。但市长讲，每一天拢是压力的测试，目前嘛甲采检的仪器增加到101台。天未光，日起传100外台，入境人数一天一天增加。桃园机场的前进指挥所落地采检嘛，都要扩充量能，并且加速流程。101台，还是要把这个量能准备充足。看起来是200出头，对不对？那里面大概有15个确诊。确诊的人愈来愈多，和王必胜唔较大意，透早4点就来巡视。你看救护车咧出入，难免好人的烦恼。年高啊，入境人数为今日估计2504人，一直增加，高峰期估计会伫14，可能会超过3700个人。3法庭管理后机设一直消毒，面对过年前入境的人，同市长郑文灿讲，机场防疫为好天变歹天啊！每天都是压力测试，每一个个案大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，因为只要有接触的这个轨迹，就有这个风险。大家拢要真谨慎，确保机场防疫未出问题。